全国运动会盛会9月2日为云林出发，经过18个县市，今仔日佫回到云林，刷落去开始云林县内20个乡镇市的盛会团送。经过全台湾18个县市，114年全运会盛会伫13号转来云林。目前，县府团队已经完成所有场地征收，希望会当予所有选手有一个安全的比赛场地，嘛予全国看到云林的团结。我们即将在10月18号举行我们114的全国运动会，那大家呢以一个办喜事的心情来欢迎所有的这些选手、教练，还有裁判，以及所有的乡亲来到云林县。那同时呢，也能够欢迎所有全国来的乡亲来到云林呢，不止参加我们的全国运动会，来为我们选手加油打气。那同时也可以吃美食有美景哈。欢迎全国乡亲伫10月18到23到阵来云林参与一场运动盛会，嘛到阵来感受云林的好食物、好风景、甲人情味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